一次唱这首歌，那种强烈的感觉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南开人。这段旋律就像一把钥匙，一响起，所有青春的、美好的、拼搏的回忆就这样汹涌而来。这首歌在我最难的时候给了我力量。这首歌唱了一辈子，已经和我们的生命融合到了一起了。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获得力量，它抵达心灵的方式是那样直接和震撼。我们汇聚于此，想让历史听见今日南开的声音。